环境强烈的重要，齐贵用研作，吴秀妍译，齐欢生录音。记得寒舍嘅时节，啲庄下听阿公阿婆带，我面前当发，看到嘅系禾嘅、树嘅竹排，长长一大片，行出去，不管系太准、细桥，也系河坝嘅水，长长哩哩，呢度还有职务嘅下工、扶潮嘅，潮来潮去，当地人色。阿布头虽然那个无所所，不过有一种等的地无糖度了凉，糖怪嘅生，风吹下来，凉心凉心，当爽爽。不过廿多年来，时代进步，工商发达，渐渐的，头摆嘅青山绿水唔见睇咧，看到工厂一间一间起起来后，太准细桥流出来嘅变多污嘅脱水，污染嘅空气、水源、老土地，莫讲嘅，连人都会本其脚死。韩国也下当多人唔注重卫生，凊彩丢垃圾、批槟榔汁、爆烟、丢盐屎，满堂都有油脂态，玻璃窿老垃圾，一大袋垃垃雜雜嘅東西喺度，上門呢不重嘅，垃圾又個食到水溝度。門內老烏煙滿天碰碰鼻，環境煞變到糟糟。生活喺一種環境底度，人老頭生當然會中毒。頭擺較無安多嘅工廠，人們較無講究衛生。不過目前無輩嘅錯。床頭產到青青，後來做皮，這個東西係有存，就拿去用頭上，唔會濫散到。一下社會進步，生活特好嘅，設計用嘅存到1000擔，當日嘅垃圾得到大山石海，大部分嘅人當無限。無去注意環境樣板型，有啲人要當自私，自家屋度裝到青青哩哩，曬起嘅環境無愛插佢，咁樣還係無用，大環境唔清理，衛生差，樣唔會不平咯。環境衛生嘅問題。對人哋嘅影響非常大，所以首先希望政府社團要多宣傳、多教育民眾認識環境清潔嘅重要，衛生單位咪要隨時檢查，咪希望政府當嚴格嘅環保法律，那係有人冇照規定來做，天錯愛罰，還有。要提高大家嘅公德心，唔好亂丟垃圾，要共同來維護，共下來清潔人嘅環境。最尾，大家要知，環境那係清理，醫院就唔是去；環境那係污糟，病痛就歸頭路。如果人人講，窮生叫食。富生長，總會有咩強不平，所以無論有錢人也係窮苦人，天錯要注意環境衛生，
总本佢强力，身体将会强健。